吸氣，八、九、十、11，繼續平衡，平衡。其實唔好俾個身體好似你見而家見到你係咁跌啦。如果你咧一字形咁樣放咧，咁你就係用中力。啱啊！一路口氣，一路口氣。好嘅，啱啊！有左腳咁落去左邊。OK， 好嗱，先 hold 住，伸直，1、2、3，踢 hold 住，用力頂住，唔好放，頂住，谷實，谷實。OK， 好。要將個膝頭哥向前推嘅，我哋出去係向下，跟住翻嚟，向下2米。咁你係咪踢波啊？你真係踢波嘅。